阿叔啊，谁啊大家好，今晡日要分享嘅故事係曾理和先生嘅顏料Superman 100位幾條客，幾條客。今日要分享嘅故事是曾理和先生嘅小說《昏流》所改編嘅即個名歌。名歌嘅客話聽到咧，也無甲練轉，所以這是用台語所寫嘅。所以介紹就是咱拄則所聽到嘅豎相機。阿叔啊，谁啊月亮口啊，发起就签王。要起经啊，阮老。想起爸母的过往，想甲日夜是愿望。阿叔啊，谁啊这烦恼是拢家己起。哎呦，卡来叫伤。同心打拼的是亲兄弟，入伍做兵会来听婚礼。阿叔啊，谁啊以上是曾理和先生的小说《昏流》。曾理和先生伊是高雄尼龙的客人，伊是1915年12月15出世，一直到1960年8月初4来去做生，所以伫这个时间奉上来做纪念，感谢大家。